厝内面的人若破病照顾几多十年压力，一般人是真歹体会。为着要减轻被照顾者的心理负担，卫福部委托家庭照顾关怀总会甲草画家做伙推动照顾心情点播机，互因透过网站消透家己的心情，也会当对外找找别人的帮助。照顾了多久？我们应该10几年了。有没有因此而放弃了？是有吗？梦想，我很喜欢旅行。陈小姐透过照顾心情点播的网页插图，可以理解家己的心理状况。内底有插画家用伊自身的长照经历所画的动画图片，替同款遭拒的人加油打气，嘛有专线，互照顾者通进一步找通口寻求协助。因为像因这款家庭的照顾者，长期压力，一般人真歹体会，就会觉得不晓得要怎么办，然后或是要送安养院，也会觉得很挣扎。卫福部表示，因为一寡传统的观念，有袂少照顾者的处境真封闭。今年统计台湾有81万多像失智、失灵、身体衰弱的被照顾者，但是寻求长照服务的人才40几万人，也就是讲，有一半左右的家庭是家己咧奋斗。像有一些就是完全靠自己撑起这个照顾的责任，那他很惊，他不想要外界的帮忙哈，他觉得他自己可以。那事实上，照顾真的不是一天的事情。希望减少长照产生的不幸事件，这个官方结合长照团体、插画家等刷心情网页，希望加一个方式，互因了解家己的心身状况，甲寻求各种帮助的管道，莫互因感觉家己是孤单一个。记者伫今日学开台北采访报道。